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
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
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
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
这是礼拜日要开始，请将电话关机，做伙来唱会情诗。福音真声。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伫其中爱欢喜快乐。请会众起立，做伙来唱成圣诗303首。主，我要学罗你。
咱由原徛咧尼西亚圣经来告白信仰。完成独一全能的爸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完成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对爸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精神出的精神。是生，毋是受造的，甲爸同一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甲为着咱的拯救，对天降临，对圣神照14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州比拉多人来为咱定死日个，受难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告我就天，现在坐伫爸正边，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穷无尽。完成赏赐活命的主圣神，对爸甲囝厝，甲爸囝同受敬拜，同受荣光。伊捌透先知讲话，完成一个圣共同使徒的教会，阮告爸一个会伫遮多的洗礼，阮期望世人告我来世的活命。阿免，会众请坐。咱做伙来祈应神圣诗64篇，我来祈请大家来应。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当时引起的影。兄弟姊妹着知，第声，因为人会受气，袂当会上帝讲伊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垃圾的习惯甲惯满的邪恶。就是行道理。敢若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会离开。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想讲家己是骗骗，是伫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爸上帝看起来，做伙压头来祈祷。听阮的主耶稣，阮知影人有罪，也毋过你伫逐时代拢听阮。伫主日的时阵，阮逐礼拜来教会上主日学，大部分是因为爸母的关系。
但是青少年的时阵，却渐渐脱离甲你的关系。今仔日是青少年纪念主日，阮希望会当透过安尼的机会，更加亲近你，嘛会当对阮家己所信的有更较侪认识。后礼拜就是学生开学的日子，求主保守学生会当伫疫情的中间安心去上课学习，嘛保守阮伫新的学期拢有你的带领。无论是伫新的学校，也是伫咧准备考试的中间，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免。俄勒现我哋今要用天使传播好消息来俄勒。咱搁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4节。台语汉语本伫第10页，创世纪第12章第1节到第4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讲：“你着离开本地、本族、老爸的家，
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赐福你，互你的名做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祝福你的，我要赐因；祝福互因，咒诅你的，我要责罚因。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阿伯兰照耶和华吩咐的话就去，罗德也甲伊去。阿伯兰出赫兰的时75岁。以上。现在，我心肯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荧光，提醒我的主。现在，我心肯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荧光，提醒我的主。讲到今日，阮本来邀请的是王美书团队，结果拜二的是因兜有人确诊，也感谢江帮牧师及时对咱的协助吼。今日的江帮牧师在正道的题目是得到祝福以后。所以，敬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主的怜悯，甲伊的恩典。伫无拍算的中间，今日有缘会当有机会伫这个所在，甲大家来分享上主的话。也透过安尼，也真做咱要紧的提醒，咱怎啊面对这个疫情，抑个真无稳定的情况下，咱需要。来将家己的这个身躯，以及咱家己亲人爱注意，即整个的关于伫这个防疫的一寡的作为，咱有缘虽然是甲病毒来甲与病毒共存总是咱有缘爱真谨慎。所以伫这个时阵，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三个同心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主管的上帝，愿感谢你的恩典，得到你的引带甲带领，愿经过一礼拜的侍奉感伤，搁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敬拜你。主啊，这是我尼啊大的福气。我怀抱着这款的感恩来到你的圣殿，伫这个时要听上帝你的话，透过你的罗卜。对天、对上帝所领受对圣神的感动，主你来做感动的工作，也透过你的灵，透过你的话，做伙运行做工伫阮的中间，互我明白上帝你伫白纸黑字圣经的白纸黑字后面，要对阮每一位的生命所讲出活命的话。主，阮将这个主权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来固守甲带领。愿安尼拜礼，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今日所读的这段圣经，我想咱拢真熟，也总是这段圣经虽望咱真熟，总是伊有一个真要紧的意义。咱每一个人拢真渴望得到祝福，对无？有啥物人讲我无爱上帝祝福的？我想应该是无。大家拢渴望得到祝福，基督徒渴望得到上帝祝福。这个世间外口的这其他的人，拢期待有得到因的生命的祝福，也是得到这的帮赞。也这个祝福到底是啥物？总是咱今仔日要透过伫阿伯亚罕伊的生命，甲伊的经历，甲伊伫上帝面头前的
迄款的经历来真做咱伫生活中间的提醒。我相信这个提醒，毋是干那对咱中间的咱时代，以及咱所谓这较年长的，也是讲咱的成人，真做老爸老母的这遐个姊妹的帮衬。特别今仔日是咱的青少年的主日，这款的祝福，犹原要透过伫咱的生命中间，有机会真做别人的祝福。所以我的题目叫做得到祝福以后，后边有点点点，就是得到祝福真好。得到上帝的祝福，帮助出来，我得到平安，经过真多这事业真亨通，万项事三角来，互听上帝的人来得到利益，来得到帮助，得到这真好的了后咧，我想这是值得咱来思考的。咱得到祝福是上帝所赏赐的祝福，诗篇67篇。第1节到第2节，安尼甲咱讲，我用现代台语译本，伊讲上帝怜悯咱，赐福互咱，伊会面光照咱，互世界知伊的道路，万国知伊的救恩。上帝所以咱透过这段圣经，咱知影上帝的心意，伊是欢喜祝福、欢喜祝福的上帝。上帝的心意就是互万国万民拢会当来得到这款的祝福。所以得到祝福，上要紧的，毋是干咱得到哪定，乃是互这个祝福。咱若真做这个祝福，也会当将这个祝福来分享出去。所以咱得到祝福了后，真要紧的事，就是将这个家己真做的祝福，也互这个祝福来分享出去。今仔日所读的这段圣经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也是亚伯兰也未改名，正经叫亚伯兰的故事。第三来讲，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老爸的家，去我要指示你的地。上帝指示亚伯兰到伊要所爱伊去的所在，也应允要祝福予伊。所以第2节安尼讲，我要互你成做大国，要祝福你，互你的名受敬重。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请咱注意上帝最后的这句，伊讲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祝福互你，我要互你的名受到高举，总是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所以圣经记载，亚伯兰就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倒位？去甲伊毋知要去倒位的所在，因为伊的信心甲伊的顺服，上帝最摆祝福互伊，互伊来真做伊改名真做亚伯拉罕，来真做最国的老爸。而且上帝毋但祝福互即个亚伯拉罕，也透过伊将即个祝福带互出去，亲像圣经。使徒行传20章35节安尼讲，互人的比领受的较有福气。所以当咱欢喜愿意来分享，上帝要有更较丰富的这款的祝福。咱若是看圣经，咱就知第巴黎书顶的所在，伫圣经所记载的所在，有2个海，一个叫做加利利海。一个叫做死海，咱看这个地图，面顶迄是加利利海，下骹迄是死海，有2个青色，有2个蓝色的吼。这2个海，因拢是对约旦河出来，毋过伊的结局是无共款的。如果咱中间有人捌去过以色列，去过这个所在，就知影。就知影啥物？伫加利利海迄个所在，有真侪的鱼，有真丰富的活命伫迄个所在。
总是死海咧。真侪人真意啊去死海，为什么？因为去死海，你就跳落了后，你袂沉落去。你沉落去了后，你就浮起来啊。因为迄个盐的迄个比例真悬，所以迄个死海为什么叫做死海？是因为迄个海的内面拢无生物，拢无生命。那安尼，这个死海有一个特色，伊就是有水入来，但是无这个水全拢伫遐，拢伫遐，一直到什么时阵？一直到迄个死海高达去。加利利海咧，因为有面顶，伊嘛有下骹，所以有水入来，有约旦河的水入来，总是也阁有水流出去。所以这个生命诚做一个，伫这个加利利海诚做一个真趣味，也是真多真丰富生态的迄个所在。所以咱基督徒的生命嘛是共款，咱是要诚做有进有出的生命，也是要诚做有进无出的生命。有入去，有入来，有总是咧，有出去无？有诚做一个循环也无？总是咱透过今日的圣经，上帝真意爱咱要所做的，透过伫亚伯拉罕伊的生命中间，甲对伊的提醒，咱知影上帝意爱咱诚做亲像加利利海，毋是亲像死海。所以咱如果敢若得到祝福，却无诚做一个祝福的人，甚至互这个祝福透过咱的生命，互人有缘得到上帝的祝福的时阵，都亲像死海共款，无活命，无气力。所以透过这段圣经，咱来知影得到祝福，有上帝有应允，互咱得到这款的福气。上帝透过亚伯拉罕将上帝的福气带予做人，你甲我拢因为亚伯拉罕受到上帝的祝福，伊分享这个祝福，互咱来经历这款的祝福。咱今仔日会当诚做上帝的囝儿，特别咱中间有真侪的兄弟姊妹，检菜伫出世的时阵，我无法度选择，我就是伫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我无法度亲像我的同学，还是什么人同款。有的时阵，咱特别伫教会大汉的这青少年也好，还是这囡仔会真欣赏外口别人的这特别也袂入捌真理进前。我讲哇，因礼拜天拢会当出去佚佗呢。我主日拢爱礼拜这个拢爱来教会来参加团契，也是来做礼拜。因真兴盛啊！总是有真侪对民间信仰，咱中间有，就是对其他信仰建立伫这个信仰内面的，心内真兴盛。什么？哇！自细汉就伫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啊，是安尼啊好。为什么？因爸爸妈妈都会甲我讲，自细汉就互阮会当来读圣经，有认捌上帝的话，毋是到我大汉了后，经过一段真艰苦的历程，才有法度有机会认捌这个真神上帝。嘛会真兴盛。总是伫遮，我想要鼓励咱真侪自细汉就伫教会长大的这个兄弟姊妹，咱有一个真大的福分啊！就是因为咱的时代，因领受这个信仰，伊知影这个信仰宝贝，伊家己去经历这款的信仰的帮助，所以伊也真期待。咱会当来得到这款的福分，甚至我知影，伫过去的日子的中间，真侪检查已经过往的这些长辈，伊伫每一日的早时，也是想到的时阵，就着为着伊的逝世来祈祷，求上帝祝福，求上帝帮助。伊讲：上帝啊，我毋知要安怎会当帮助，互我这细囝，互我的孙。伊会当来亲近你，总是我伫祈祷中求上帝，你来帮助。所以真侪遮个年长过去遮信仰的前辈，
因为因的祈祷，因为因伫上帝面头前迄款的迫切，互咱有机会游玩继续伫即个信仰的内面。甚至也有真侪故事，也是真侪生命的故事是安尼。本来伫教会总是经过一寡代志了后，离开着教会。毋过，伊阁离开了后，经过一寡生命的历程，伊还阁倒转来，才想到讲：哦，我原来上帝的福分，上帝会听从，上帝是我尼亚宝贝，伊才去找到即款的信仰，阁倒转来，亲像放荡子回头共款。有人敢才会想讲：啊，迄度伊阁生一个嘛？请会记伫上帝的内面，无有臭拄坎，无有偶然的，是伫上帝伊的关联的下面，也阁有侪人为着迄个人咧祈祷的时阵，开始产生咱看袂到的灵界中间产生一寡作用。所以感动伫伊也毋知，就透过一个环境。所以咱每一遍祈祷的时阵，有个人讲啊，牧师我祈祷拢无啥物，敢若无啥物效果。我祈祷了，敢若拢无啥物代志发生呢？请咱会记伫当咱祈祷的时阵，咱定定是甲上帝讲，上帝不马上就变化。总是咱的祈祷，总是咱祈祷的时阵，其实上帝咧做工，毋是咱有限的头脑有法度想的。有的时阵，上帝是兴起一个环境，好一个环境了后，开始排列安排这的人物，互伊有机会来临阿主。所以安尼，咱要做啥物？咱就是继续为伊祈祷，为伊来祝福，求上帝来帮助伫伊。咱当用真侪无共款的方法，总是咱真简单会当做的，就是为着伊来祝福祈祷。咱等咧我知影咱即礼拜特别有为着遮个咧读册的遮个小囝无论是青少年也是儿童也好，要为因来做祈祷，要来做祝福的祈祷，为牧师来做祝福的祈祷。总是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也会当来为着这个世囝，伊这是上帝互咱一个祈祷真大的权啊！所以阿伯拉罕因领受真侪的祝福，互咱会当伊也分享这个祝福。上帝拣选阿伯拉罕是要赏赐福气互因，上帝拣选咱是要赏赐福气互咱。所以，咱信主的迄个时刻，也是讲咱出世伫即个基督教的家庭的内面，其实咱就领受真侪上帝的福气。所以，咱今仔日会当坐伫即个所在来敬拜上帝，我想这嘛是上帝真大的福气啊！特别我是即个牧师是头一遍，就是对旧年了后头一遍。将喙安摕落来讲道，我感觉这是一个，犹原是上帝一个福，一个真特别的祝福。表示什么？表示对咱的环境虽然犹原有威胁，总是已经开始豆恢复。咱毋是亲像一寡这个科技迄种科技电影内面。咱来挂一顶迄个安全帽，了后搁有一支管有无？后壁搁排一个氧气筒。咱毋免安尼呢？咱即摆是虽然因为也搁有一寡威胁，为着要保护大家安全，所以兄弟姊妹挂喙安，总是伫港台国家已经互遮的，无论是伫录影录节目表演，也是演剧，也是伫台顶讲话的人，会当将喙安摕落来。这是犹原是一个真大的福气。咱也祈祷求上帝紧紧将遮个威胁拢紧除掉，互咱每一个咱拢会当将喙安摕落来。会当看到咱灿烂的笑容即摆拢看袂到大家灿烂的笑容敢若看到
有个人可能咧笑的时候，看到伊的目眉安尼小动一下那点吼，啊是咧偷笑，啊是咧真正咧笑，毋知吼，总是有一天，望咱会当有机会，吼，拢摕落来啊了后啊，咱会当恢复即款真自然的即个自在啊，咱即摆讲自然哦。真自然的迄个情况，其实即马伫即种的时代已经无自然啊！总是咱求上帝，互咱恢复，亲像早前迄款自然的时刻。咱知影约伯伫伊的生命中间经历真多真艰苦代，总是伫伊的生命最后安怎？最后游完。经历，因为伊伫上帝面头前的迄款指示，伊有软正无？有，伊有软弱，总是有完上帝帮助伊，赐福伫伊。真像约伯记22章的21节，伊讲：你着爱认捌上帝，就平安，就会得到平安。这个福气就要临到伫你。所以，伫即个咱基督徒的即个热情的中间，咱来知影，咱得到祝福，上帝应允，互咱得到祝福。咱会当上帝来求讨，上帝应允要赐福，互咱得到即个祝福。总是得到祝福了后咧，咱得到祝福了后，是为着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真做，互别人得到祝福。所以上帝赏赐亚伯拉罕真正目的是，互亚伯拉罕，互别人也会当得到福气，也就是为着地上的满足，因为伊来得到福气。相款，上帝拣选咱赐福互咱，所以当咱领受这个祝福的迄个时刻，其实。祝福别人的迄个职责已经互咱啊！有真多时阵，咱敢若想着讲，上帝啊，祝福我，祝福我，祝福我，却无去分享即款的祝福。有真多时阵，咱拢为着咱家己为家己来祈祷，为家己祈祷，却无为着别人的需要来代求。有真多时阵，咱检查忽略着上帝赐福互咱的目的，是互咱真做祝福的管道。所以，伫咱领受得到祝福的上时，咱的心上也有使命甲职责。所以，咱信主绝对毋是偶然的。咱信主，互咱伫咱的家庭。互咱伫工作的所在，互咱伫社区的所在，咱伫遮个所在，大声来信主，大声来得到祝福，大声来领受了后咧，目的是要互咱有机会将即款的祝福带到咱的家中，咱家庭中间咱的亲人。带伫咱工作职场中间的这个同事，带伫咱的社区，咱所徛起的厝边的这个朋友的中间，互咱的四周的人拢有机会领受上帝的慈爱，经历上帝的恩典。亚伯拉罕对上帝的回应，第4节安尼讲：伊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亲爱的姊妹，咱要怎样来回应上帝的祝福呢？约翰福音书14章，主耶稣基督真清楚甲咱的提醒，伊讲：恁若听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14章21节安尼讲：有我的命令，佮遵守的，这个人就是听我的，我的爸也听伊，也要伊来显现。所以，这段中间真简单来讲，听上帝的真实际的回应，就是遵探上帝的命令。伫咱的生命中间，伫信仰的内面，上帝互咱每一个基督徒要紧的职责，也是讲真要紧的命令是啥物？我想就是大使命，就是实践大的改变，互这个大使命。伫马太福音书28章
主耶稣基督要上天进前所讲的迄段话，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既然我所吩咐的就遵守，就假是因遵守，我就该恁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所以主耶稣基督望每一个人拢得到拯救，无愿意一个人沉沦。咱若是听上帝，就遵照伊的旨意，互上帝的祝福亲像水共款，传互搁较侪的人，亲像一支节火。咱咧认的这个新圣诗，就得叫咱人成做一支节，一支一支点互倒，互搁较侪的人来得到光明啊！互上帝的望透过咱来实现。三得到祝福了后，也就是带着使命的开始。咱看伫雅各，咱知影雅各伫伊的性命，伊为着偷摕伊兄哥的福气了后，迄个祝福，因为因爸爸本来毋是要祝福伫伊，我想这个故事咱拢知影，伊咧逃走的路上，伫逼着你望见一个推，伫遐有上帝的使者伫遐上落，所以上帝。伫迄个时阵，伫迄个所在，即个雅各来讲出亲像对亚伯拉罕所捌讲的话，会讲你的后裔亲像地上的沙，地上的万族要因为你甲你的后裔来得到祝福，我要甲你伫地。总是伫迄个时阵呢，雅各伊求什么？雅各讲。如果你会当互我平安倒转来，我就要伫即个所在起圣殿，我要伫即个所在来奉献。而且弟姊妹，雅各伫迄个时阵已经现实，伊伫迄个时阵甚至甲上帝讲条件。伫雅各即段中间，意思就是讲，上帝，如果你若无祝福我，那安尼，我就要来去拜别个神哦。上帝啊，你若无祝福我，那我就安怎拄安怎哦？敢若亲像甲上帝威胁。伫迄个时阵的雅各，其实伊感觉伊有衫通穿，有通食，会当平平安安，安尼就好啊。对雅各来讲，安尼就好啊。但是上帝互伊所看见的，毋是干那雅各你一个，是抑个其他要透过你的生命，互更较侪的人来得到这款的福气。所以创世纪35章记载，上帝佮叫雅各来到这个伯特利的所在的时阵，迄是已经20年后的代志。就是上帝伊来提醒，伫迄个所在帮伊来改名，伊的名原本叫做雅各，对但了后无阁叫做雅各，爱叫做以色列。也就是将来有真多的这的国民会当对以色列来出，甚至也阁有君王透过伊的性命，透过伊的后裔来领受这个祝福。所以，当雅各伊的生命改变了后，伊甲上帝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上帝祝福，互伊带着一个使命，甚至主耶稣基督也透过这个支派对这个后裔中间，一个逐工想要掠祝福这个雅各，一变啊！伊改变，伊成做别人的祝福的雅各，伊毋但祝福伊的后生，伊甚至祝福伫埃及的这个法老、这个国王，拢领受对雅各的祝福，甚至万国万民拢会因为雅各来得到祝福。所以上帝赐福予雅各，毋是伊有真大，毋但是这个钱财拿定，乃是会当分享出去。
如果上帝互咱搁较多的这财富，咱的责任也搁较多，也就是有当分享，互遐个有需要的人。所以上帝互咱有的目的，毋是干那讲我有。安尼就变做上灵的新陈代谢症候群啊！就是讲有入味，总是无出去，啊，就哪来哪大，哪来哪大，腹肚哪来哪大，身躯哪来哪大，哪来哪无法度振动。上帝望咱伫好事顶面富足，咱欢喜甘愿舍施。也欢喜来分享互人，所以一个有疼心的人，因为伊心中有富有，上帝要互伊搁较侪的疼心。你要紧听下姊妹，伫上帝国内面有一个真要紧的原则，就是互人的原则。当你欢喜愿意分享，你欢喜分享，上帝祝福过来。因为当你欢喜分享的时阵，你的物件是空的，敢若是空的，有空间，搁继续奉属上帝的祝福，继续拼落来。如果你一碗甜甜，安尼，这物件咧，本来要拼落来的祝福，毋是祝福，对你来讲减菜是灾害，因为你拢无领到，无得到，因为你的碗已经是一碗甜甜。拢流出去啊，流去别项的所在。所以咱得到领受到祝福了后，一个真要紧的，就是正做别人的祝福。这是伫阿伯来汉伊的生命中间一个真要紧。所以咱有机会来伫上帝的教会，咱正做行义伫创世纪的中间，互咱也看见来认捌这个真理。上帝应允万国万民，要因为耶稣的学生来得到祝福。什么人是耶稣的学生？你讲啊，对啦，迄就是迄个彼得啊、约翰啊、安德烈啊，遐个是保罗是，搁有无？搁有无？除了12个学生，耶稣的12个学生以外咧，搁有啥？搁有咱搁有咱每一个，咱毋是跟对耶稣的人吗？咱一个基督徒，咱一生就是学耶稣，敢毋是？所以上帝要透过咱每一个耶稣的学生，咱做伙组织成做教会。上帝要透过教会来成完成这个事。当然，教会会有公义的教会的解释，以及协议的解释，有广义的跟狭义的。无论安怎，拢咧讲咱就对啊啦。毋那是我家己，以及我所有的我家己的咱拢是上帝，拢是主耶稣基督的学生。所以上帝要透过咱来成做伊的光道，成做祝福的光道。要成做这个祝福的光道，有一个真要紧的条件，就是改变。咱看见亚伯拉罕伊会改变，伊就是愿意离开伊的本地，往上帝爱伊去的所在，离开 A 到伫 B， 迄是一个改变。对得到祝福，到会当祝福人，需要改变。迄个离开是离开原本的状态。迄个改变无一定是因为过去的错误，迄个改变是为着更较好的目的来做出真要紧的调整。所以，亲爱的姊妹，毋但咱个人爱改变，其实咱的教会，特别咱的长老教会，称作改革中的教会、改革中的教会，还是讲改革宗宗派的宗，以及伫加尔文伊当初的一个设定，也是讲伊所领受的，咱的教会是会当经过时代变迁，不断调整的。
所以咱的教会毋是干那持守某一种的形态。透过即边的疫情，咱就知影，有真侪咱过去所坚持的，其实面对大环境改变的时阵，拢必须爱改变。伫去年三阶境界的时阵，伫去年三阶境界进前，差不多逐个牧师检测，无拄拄每一个牧师拢有机会上镜头，拢爱学习伫即个摄影机的面头前。伫三阶境界进前，伫疫情来进前，大家拢无即款的经验，总是伫迄个中间的不得不，为什么？因为环境安尼，因为兄弟姊妹无法度来教会啊，要怎用线顶？你总袂当讲叫兄弟姊妹逐工看好消息电视台。当然有的环境所在，有的所在真正真无法度，我知影。总是若是有气力的情况下，对阮牧师来讲，有一个，对迄个时阵其实是一个真大的功课，甲学习，因为阮需要改变，爱学习用着即个摄影机讲话，台仔骹拢无人啊。过去咧讲道拢是兄弟姊妹伫台仔骹咧听嘛，总是拢无人，干那看着迄个摄影机咧讲话，袂输敢若亲像真侪人伫遐。因为牧师我较早，因为进前拢是拢伫即个外口有真侪时阵伫夜市咧报道。咱知影伫夜市有夜市报道迄个经验，就是你咧报道，你咧讲你的，边仔下骹人行来行过去无一定有听你咧讲话所以就有迄个较有迄个经验会当对镜头啦。总是有的牧师咧讲迄真正足困难的我讲要安尼讲话都真艰苦心。总是为着安怎？为着整个福音的缘故，咱需要改变。透过这个改变，你讲爱改变，当然你讲透过这个改变，有真侪真无方便的所在。总是咱换一个角度来讲，因为咱真做线顶的礼拜，咱真做有机会咱毋是迄个时阵是伫线顶。总是咱即摆已经恢复实体的时阵，咱的教会阁有一个新的时光。咱的教会阁有一个机会伫网络的所在，因为有一寡人伊无要来教会，但是伊要来听伫即个看即个YouTube 内面的这个礼拜，咱都有机会甲因对话。也感谢有的人无法度，因为真侪缘故，伊无法度来伫教会，但是伊会当伫线顶的所在，伊有法度来听。伊所认捌的这个兄弟姊妹，还是伊认捌的这个牧师，还是伊所认捌的这个长子，伫这个所在，袂输干那甲兄弟姊妹同齐来敬拜上帝同款。也透过安尼有机会来引带人来信主。我已经听过真侪人的故事，也是伫疫情的中间，伊毋是干那一个人若定，有足侪个，伊就是听线顶的礼拜，有几若间教会，伊也无熟悉，总是真侪人是因为看线顶礼拜，伊有机会来认识主，了后伊进入到伫实体的礼拜，有真侪真水的故事，所以伫即种敢若亲像无法度的情况下，咱选择改变。咱选择有真侪无方便，总是咱伫咱毋知的时阵，咱会当祝福遮的王民万国万民嘛，包括王民网络的国民。所以上帝透过即款的方式，互咱有机会透过安尼来分享。也面对这个世代变化，嘛有真侪无共款的传福音的方式。也感谢有这个幸福小组，也感谢有这个启发小组，也感谢有真侪这有意识不到真侪的方式，咱拢会当敲碎，咱拢会当用安尼的方式，互人有机会来领受到上帝的祝福。甚至就透过有人有需要，你为伊来祈祷；为着咱的同事因的艰苦心，你为伊来祈祷。毋是讲我伫心来祈祷，你是毋是会当选择一个改变？讲来，你有需要，
勇敢，求上帝给你勇气，勇敢讲，我虽然无法度为你做啥物，但是我会当为你，甲我的上帝求你来帮助你。透过这真简单的方式，互咱的这朋友也好，同事也好，因有机会甲上帝结连。也检测到，因为咱安尼做的时阵，这个某人，因为咱安尼的祝福，可以有机会来经历上帝的疼。也检测就是伫迄个时阵，当人拢无法度加做伊的帮助的时阵，咱的祈祷、咱的帮助、咱的祝福，互伊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咱每一个拢是伫咱的朋友身躯边的迄个关键人物。这个关键人物是上帝放咱伫迄个所在的。所以，为什么讲咱基督徒甲别人无共款？咱内面有上帝的祝福，咱要诚做别人的祝福。伫阿伯拉罕尼的生命，伫真侪历史历代遮基督徒的生命拢共款。所以咱毋通将这个信仰干那留伫教会内面，咱毋是干那甲耶稣放伫礼拜堂的中间，咱毋是礼拜了后，搁转去生活中间游玩，照着受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耶稣基督改变咱的生命了后，对咱的新的生命会当产生新的价值观，都要用新的心态去处理世上的代志。如果咱靠着真理来刚强来徛在，我想结局是无共款的，因为圣神会引带提醒咱，亲像以弗所书第6章第60到第70安尼讲，毋通干那伫目睭前的服侍是要互人欢喜，爱亲像基督的奴仆，对心底尊叹上帝的旨意，甘心侍奉，亲像服侍主，无亲像服侍人。意思就是讲，咱伫咱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咱所拄着帮助的遮的人，来用着亲像对待上帝的主耶稣的方式。我所做的是因为福音的缘故，我所做的是因为服侍上帝的缘故。我今仔日为你祈祷，因为我咧服侍上帝。我是伫主的面头前，我毋是伫人的面头前。提起咱的源头无共款，咱生命所结的果子也自然无共款。所以，就是敬天下的姊妹，咱的家庭、咱的工作、咱的人际关系，拢爱诚做一个信仰拖出去的一个机会。所以透过安尼，互咱的信仰、甲咱的生活是有结连的。那安尼，咱对上帝领受这款的祝福，会当来继续来传出去。透过咱的分享，透过咱的分享福音，透过检测都是陪伴，检测就是讲祝福的话。互人去感受到主耶稣基督的疼，用疼来拍开人甲人中间遐真冷的心，用疼来感动人，或者会陪伴的人去感受到真实的基督信仰，因就会认捌咱所信的耶稣。所以，当每一个兄弟姊妹来领受、知影、欢喜、诚多，咱拢是祝福的讲道的时阵，咱咧看人的无共款，咱是用着上帝的价值观、圣经的观点，咱去看待每一个人。虽然这个人检测，互人真艰苦心，也检测这个人，互咱真发生气。
会检查这个人，互咱讲啊，牧师啊，我爱不下去了，我要安怎甲伊爱下去啊？上帝互咱这个使命，上帝会有愿的互咱迄款的开啦，因为迄将来都毋是靠咱家己。求主帮助咱，互咱每一人领受这款的祝福，咱也欢喜真做祝福别人的人。来继续持守这个祝福，上帝大的福分、新的福分、新的帮助，会当互咱的生命拿来拿亲像耶稣基督。愿上帝帮助咱，透过咱的行动，有真多的行动，拢会当真做祝福的管道。毋是干那咱讲一定因爱这个人安怎？是互检测有的环境、有的情况下，咱无法度真自然，还是讲无法度真方便来讲耶稣、讲信仰，总是咱会当讲咱的故事，咱会当讲咱怎样得到这块、这个上帝的帮助，来当讲出伫伊的生命中间，我为你来祈祷，我想真自然的行动，真简单的行动，都敢若亲像敲电话同款。愿上帝赐予咱伫工作、伫家庭、伫咱所徛起的所在，拢得到这款丰盛的生命、丰富的祝福，了后进一步发挥咱的影响力，直到会当引带咱四周的人来认捌咱的主。所以，亲爱的姊妹，得到祝福了后，咱来做啥物？咱就是正做这个管道，互祝福来分享出去，互别人亲像阿伯拉罕的生命同款，互别人因为咱、因为我来得到祝福。我想当咱安尼做的时阵，咱会去感受到咱的生命无同款，咱的心情无同款，因咱带着上帝的祝福，正做彼此的祝福。有一首诗歌是安尼唱的，讲喜乐心情、灿烂的笑容、平安的祝福、开阔的境界、有主的同在，咱拢无阁受灾害。上帝赏赐福气，互咱恩典满满时，咱爱彼此相疼痛，彼此祝福咱的将来。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上帝恩典这么啊大，感谢唱出喜乐歌。我来祝福你，你来祝福我。人生的希望拢伫这，因为上帝甲咱听命命。愿上帝透过今仔日的话，帮助咱每一个，拢会当亲像这首诗歌所讲的，咱定定甲咱的四周围讲，我来祝福你。三个同心做伙来祈祷。全能阿爸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有份会当成做你的囝儿，主，阮就常常纪念，常常想念。因阮就比别人有搁较大的气力，迄个气力毋是阮。当阮软正的时阵，当阮软弱的时阵，当阮毋知要安怎的时阵，阮会让额头15度，阮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来救救。求主帮助阮，会当经过这款的艰苦。求主透帮阮，会当伫这种的艰苦的中间来得到自由。伊主你的话讲，你的灵伫倒位，伫倒位就有自由。伊是互阮伫悲哀来化作喜乐的上帝。伊是无论阮伫倒位，无论顺境，阮伫逆境，你拢是伊玛内利甲阮三个同在的上帝。只不过有真多时阵，我袂记得，我袂记得上帝，你是伊玛内利甲阮三个同在的主。主当阮来到你的面前，今仔日搁一遍透过阿比亚罕的生命。
伊的顺叹，然后伊家己得到祝福，也因为伊的顺叹，伊欢喜诚做祝福的光道。因为伊的顺叹，伊祝福着别人，别人也因为伊来得到祝福。主求你也透过今仔日的话，来诚做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生命中间要紧的提醒。特别求你赐勇气，检视过去，我毋捌安尼做，所以要安尼做有淡薄会惊吓。毋过上帝，求你用你的疼完全的充满阮，因为你的话讲，疼若完全，就要将惊吓来除去。主啊，求你来帮助阮，求你施恩来帮助祝福伫阮的中间。最近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听到伫阿伯来喊伊的性命，咱得到祝福的目的，是要互人也有机会得到这款的祝福。毋知咱中间有啥物人？伫你的心中讲，主啊，我过去无论怎样，总是我对今仔日开始，我今仔日得到这个，我欢喜要诚做分享的人。如果无主所讲的这个是你，你会当将你的手放伫你的行程，咱无任何人看彼此，咱是真自然、真实面对咱的上帝。你检查想讲，我要安怎来祝福？我可能毋知影要安怎。总是当咱有欢喜、愿意的心，圣神要诚做咱的帮助。如果无主所讲的这个是你，无主特别要来为你来祈祷，这无勉强，总是透过安尼，会有无共款的结果。如果你欢喜、愿意回应上帝。愿你欢喜回应，你的生命会当亲像，敢若亲像阿伯来喊同款，要互别人因为你来得到祝福。你讲你的祝福，你领受祝福的目的，毋是为着家己，也要互别人得到祝福。如果无主所讲的这个是你，你会当将你的手放伫你的行程，对身体来祈祷。无主要来特别为你来祈祷。全能的天父，阮的上帝，阮伫这个时阵，为着你所听的囝儿，特别将手放伫行程来表明伊身体迄款的刻薄甲愿望，或者的兄弟姊妹，就无论因过去是毋是捌安尼做，总是伫今仔日，伊有一个新的决志，就是要诚做祝福的光道。要诚做分享祝福的人，检采是一句话，检采是一个祈祷，检采是一个关怀，检采是一个陪伴。主求你赏赐对你因对你来的勇气，也求你赏赐对你来的聪明甲智慧，也特别求主你赏赐你神的感动。互因伫关怀、伫祝福的过程中间，犹原甲主你结连的时阵，主你互因看见，互因听见，因所服侍的人，因心底的需要是啥物？互因伫这个祝福的过程中间，甲上帝你同做工，做伙同心同行，将上帝的福气来带到着因要祝福的对象。检采是伫因家庭中间的亲人，检采是伫因工作的这些同事，检采是因学校中间的这些同学，也是因所徛起的所在、社区这些厝边。主，我毋知影这些人是啥物，总是主上帝求你一个一个对因的生命来讲话，互伊好大。我靠上帝你所赏赐的大气力，以及上帝对你来的迄款深深的疼，
你伫十字架顶所付出的迄款的疼，充满伫因的心内。因为疼若完全，就将这惊吓拢除去。主啊，奉耶稣基督圣名，特别祝福这兄弟姊妹，你坚固伫因的信心，帮助伫因，互伫这个中间持守、固守。主，阮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主你来帮助伫因，祝福伫因的生命中间有永永未断绝的祝福。因为这款的祝福，伫因分享出去的时阵，上帝你要30倍、60倍、100倍会加添。阮安尼摆咧，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入面神圣诗450首，恳求上帝施恩赐福，会将车起立。即接来奉献，请青少年团契。
这点要来举行主日后的升级礼拜，所以请小朋友出列。孟梅、魏嘉恒、允云，还有佑莹，来排成一排，没有关系。来，过来一点哈。咱要颁发礼物进前，咱要请牧师先来给因祝祷。来，牧师。咱做伙吼，来为着这细囝因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咱来为因来祝福。我要邀请，咱过去可能毋捌安尼做，总是我要邀请咱在座的兄弟姊妹，请咱拄则有讲吼，咱行动的祝福，所以邀请你将你两双手来举悬好来，因来举手祈祷。当我祈祷的时阵，咱大家将咱的手举起来，敢若亲像因这是一个动作，这是咱身体的迄款的姿态，所以咱透过安尼，咱将咱的手，咱举手来为因祈祷。圣经嘛，甲咱讲爱用举手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祝福咱的细囝。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咱将咱的手举起来，为着因来祈祷，为着因来祈祷。牧师来带大家做伙来祈祷。至圣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得到你的引带互遮的细囝有机会透过伫家庭到伫学校，也伫真侪所在的学习，因的信仰、甲智慧，以及因的年岁来渐渐大汉。如果再来的日子，因要进入伫新的这个阶段，特别恳求主上帝你亲身来帮助祝福的因，无论是伫云云、伫梦辉、伫幼云、伫嘉恒、伫小溪因的心上，上帝你特别一个一个来顾守，上帝你切天使来成做因的帮助，主你祝福的因。特别甲上帝你的关系，虽望因检测也阁无真清楚，总是上帝你的神对因的性命来讲话，伫因的祈祷的中间，伫因的信仰生活的中间，来帮助伫因，互因去经历迄个上帝，毋那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上帝，乃是因家己的上帝。主啊，求你一个一个。对因的生命来讲话，主要帮助伫因祝福，伫因的家庭，伫因的亲子的关系，伫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整个家庭的中间，上帝你的和諧甲因三角地带，也祝福伫因伫学校的学习，伫一个新的阶段，互因有真紧来适应新的环境，适应新的生活。也伫新的学校的中间的学习来紧紧来进入伫一个真好势的程度。主求你特别来顾守来帮助，也求你束缚伫因的身躯，特别面对这个疫情有威胁的时阵，要转去学校检测，有真多的挑战，总是上帝你顾守因的身躯。袂至到受到遮的危害，互有够野的气力，有充足的体力甲抵抗力，助力帮助因。因为上帝你的顾守赢过的所有的遮的注意风险，主啊，你亲身来帮助来祝福，也你亲身来继续引带祝福着因的生命，互因。伫读圣经、伫祈祷，拢会当经历上帝你的真实。
自当愿将这细囝摆在伫你的面前，也做做下兄弟姊妹举起双手，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祝福，主你就来帮助你因。或者兄弟姊妹做伙参与伫因的生命中间，伫基督中继续来看见这个囡仔渐渐大汉，会当来承担上帝你要继续托付因的。主，愿拜礼献上阮的祈祷，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咱当年小学要升国中，吼，迄是幼稚班要升国小。伫国小部分，阮拢会买一本圣经来送互伊。阮希望伊是人生另外一个阶段，伊愿用上帝的话做伊人生的准则，吼。啊，我一个一个来颁发，我嘛小介绍伊是什么人的囝，好无？你是啥个囝？来，头一个是魏嘉恒，伊是为天署长老的孙，外贵技术的孙。哎，恁爸爸叫啥？魏宏志，哦，他是体育老师。哎，今年毕业了要读长义高中附设国中部，对吧？校长讲了有对吧？对吼，统统答对吼。来，啊，互伊一个圣经，佮是伊个。来，借我过一下。好，谢谢。第二个是幼莹，伊是钟辉兄的孙，对吧？啊，过来，爸爸是世航，是消防队员了哈。啊，妈妈是慧茹，是朱日儿家资深的老师。啊，伊即摆要读迄个双十国中的音乐班，足有弹琴的哦。啊，有一个哥哥嘛，足有弹琴的。吼，啊，今日真欢喜伊毕业。来，啊，咱这样来颁奖。来，第三位是梦梅，梦梅过来。因阿公阿嬷那就有啦，阿公阿嬷有来。啊，妈妈是主要的运气老师，吼，啊，伫主要的期间嘛拢真杰出的表现。咱就要来颁奖。伊的魔术方块足厉害哦，连刚再请伊表演一下，吼。梦梅过来是要读北新国中，啊，这位遮古锥你是啥？来，因爸爸妈妈拢是主要的老师哈，是洪明典跟雅婷老师。雅婷老师因那个钢琴弹得很好，啊，伊即摆要来读迄个教育大学附设实验班，对吧？吼，哇，你演那较大包。全部照一张，全部照一张好吧，然后站过，就站过来一点，再站过来一点。等一下。好，回位。啊，搁一位是谢小溪，是秀云长老的孙，啊，伊即摆是住咧屏东，所以今日无到现场来。好，谢谢。接着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的第3页，有参与事方的兄弟，请大家来过目。
来读今仔日本周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弟读两遍。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赐互你，互你的名最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创世纪12章第2节，请。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赐互你，互你的名最大，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创世纪12章第2节，我要互你成做大国，我要赐互你，互你的名最大，你要互人得到福气。创世纪第1章12节。来，请献开周报第4页，小会公告。后礼拜9月初4，咱礼拜中要举行圣餐，所以请兄弟准备心来参加，纪念主的死甲过活。教会有成立聘牧的小组，召集人是罗金志长老。有关聘牧的代志，请向罗长来接洽。本会消息，今日真多谢江帮牧师临时协助吼，无临时迄个传道无法度来，真多谢。第二项，今日是青少年的纪念主日，感谢青少年伫礼拜中有担任侍奉。头仔审视过去的名单，我就无搁重复。第三项，本主日小会要召开各团体会长的会议，所以请礼拜煞拢爱来参加，拢总有7位吼。第4项，下主日由代理的小会议长民道教会苏国钦牧师来主持礼拜讲道甲圣餐。第5项，今日下午2点，风和弦要伫2楼的礼拜堂举行伊个音乐会吼，免费参加，欢迎兄弟来聆听。第6项，普鲁团体顶礼拜有举行年会，选举的结果如下：敬请省略。会长刘罗仪，副会长林惠美，委员王素娥、马徐轩、柯顺英、林慧珍，愿上帝祝福。第7项，有要订后一季的新眼光的兄弟，则来办公室来登记。第8项，9月18进前，请各单位将后一季的行事历交予干事来，以便编列。第9项，咱有对政府申请迄个鱼菜公司的补助，所以9月25到10月初2有要来上课吼，所以欢迎对这个鱼菜公司有兴趣的，来向迄个木生长老来报名。第10项，教会伫无牧师的期间，1楼的迄个铁门拢会关起来，啊，佮中庭的铁卷门拢会关起来吼，所以你若要有代志要来结合，请向干事先联络一下，啊，干事休假的时间是拜1甲拜3，所以迄2天无人伫教会。第11项，教会对奖学金的申请，甲今日截止。再来团契消息，头一项是主日学伫礼拜煞要开教员会，所以请老师礼拜煞马上来5楼来召开吼，莫搁到处跑呢。好，第2项，相联团契伫8月3日过来拜3，上午10点半要伫教会地下室来举年会，主理是邵群长老。第3项，四海茶经已经开始啊，9月初1暗时7点半。第4项，普鲁团契伫9月初4有要做手工水壶带编织。第5项，社青团契9月初4嘛是有活动。再来第6项，大家注意一下。今日团契受王明长老的邀请，伊伫民间乡有一个山坡地有种油啊吼，所以后礼拜要去采油啊，所以你若要报名的人，则向会长志良长老来报名。第7项，青少年团契9月11日有聚会。再来就是各团契然来聚会时，会后的场地甲电火爱给你关掉。即摆疫情慢慢来趋缓吼，所以邀请圣乐队的队员踊跃来归队，因为开始要练习迄个圣乐队圣诞节的歌。过来下骹遗体关怀，头前今日下晡
林牧师伫天金教会有上任的礼拜，本会有发电文，还佫派刘秀英执事代表前往来祝贺，佫送礼金。若要其他的会友若要去，可能爱请自由前往。第二项就是即摆暑假结束后要开学，求上帝祝福每一个学生。心爱慢慢收长，嘛希望疫情毋好阁爆发吼。咱中间有头拄先国小的云，先国中的孟梅、幼莹、嘉恒，还有小溪。再来先高中的有阿武，还有郭新月。先硕士的赖奇安，恭喜。再来请看周报第6页。第3项，恭喜乌牧师的查某囝，迄个嘉乐，胡嘉乐伫7月中有订婚吼。再来第4项，9月11日，木声合唱团有伫台北有演唱会，咱婚会结义甲宣会都有参加即届的演出。第5项就是爸爸节迄个礼金，咱就分2礼拜已经分到一个阶段吼。即届拄啊拢总分出45分。若无来，阮就无阁送伊较家庭去吼。再来第6项，向身体欠的兄弟来代祷。淳朴兄有跋倒，已经倒去厝里来休养。私立明月就是颔管有去检查。苏慧老师本来出院但是昨搁入院所以特别为伊的身体来代祷。黄美书团队本来要来，因细汉囝确诊，所以这兄弟咱特别为代祷。再来教界消息，请大家家己来过目。周报的第4页是顶州的奉献明细表，然后出入则请向财务部长来反映。咱即摆是要代祷的时间吼，了后再来。咱是无新朋友吼，无资料起来。即摆请大家起立，我来做代祷，请会友起立。亲爱的主耶稣，笃行呾经过65岁生日。顶礼拜蔡牧师嘛有提醒阮，65岁笃行教会进前是足侪长级前辈热心的奉献，甲努力的做工，为笃行教会建设一个遐舒服的礼拜的环境。但是，请问你伫其中咧享受前人所努力的成果？但是，请问会友，你有为笃行来做啥物呢？还是简单逐礼拜来遮一个享受礼拜，白白接受上帝恩典尔呢？伫无牧师的期间，是毋是咱家己问家己，会当为笃行教会来做啥物？才会当互笃行成做一个较有凝聚力的教会？笃行伫社区是要做光做盐，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疼。但是教会协会咧推行真多的活动，但是出来做工的，就是迄几个中级尔，需要较侪会友来参与。咱知人是土份所造，难免会拄着辛苦病痛。求主眷顾伫病痛中的淳朴兄、明月姐，搁昨住院的苏慧老师。伫疗养中的云妹姐、甲玉金姐，还有一个是主要的家长用仪，甲因大家拢打手术线。求主伫因病痛中会当眷顾因，互伊会当合适来活靠主的救赎。主啊，今日礼拜中，阮也有足侪囡仔是为小学还是幼稚班来毕业，伊的人生进入另外一个阶段。阮希望主的话继续伫伊的面头前来做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毋是毕业了就离开教会。咱知教会是咧互相关心、有疼的所在，真侪时间还阁来退休。但是，请问你是倒位？愿主保守各行教会兄弟姊妹，每一人拢有认知来认领一项的服侍，毋是干那拢固定迄几个人咧出来付出。阮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来，兄弟来行平安礼，互相来请安。来唱一首歌。好来，咱最后来唱祝福提恳的诗，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在了受上主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无穷尽的疼痛，以及请圣神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遮济灭岛避讳。
一起做做。